國產動畫電影《哪吒二》又叫做《哪吒之魔童鬧海》，破盡票房紀錄，被形容係影視版嘅 DeepSeek，成為世界級現象。我哋信報同信報月刊嘅總編輯鄧全昌就住呢個情況寫咗一篇題目係《哪吒打破常規 ，DeepSeek 顛覆創新》嘅文章。佢提到 DeepSeek 顛覆咗全球對 AI 未來嘅想象，《哪吒二》就俾世界睇到中國流行文化嘅創新。無論係神話人物哪吒、哪吒二嘅導演餃子，定係 DeepSeek 創辦人梁文峰，佢哋都係離經叛道嘅人，淨係因為佢哋獨自開闢新嘅道路，先至可以有一番作為。大家都知道哪吒二有幾咁火爆，咁呢位神話人物係邊度嚟嘅呢？哪吒相傳源自古印度，係印度教同佛教嘅守護神 Nala Kuvera， 後嚟隨住佛教傳入，漢化成為中國嘅民間故事。相信好多觀眾入場之前都聽過哪吒最詳盡嘅記載，當然係明朝章回小說《封神演義》同埋《西遊記》。無論邊個版本，哪吒都會以充滿反叛精神嘅形象出現，不時闖禍，挑戰滿天神佛。明朝係理學居於意識形態主導地位嘅時代，強調儒家三綱五常，所以《封神演義》書入邊褒揚聖君賢臣，好似文王、武王同埋嗰啲堅守神節嘅忠臣。書中有名有姓嘅人物有成400幾個。如果俾讀者投票選出最喜愛嘅角色，咁一定非哪吒莫屬。估唔到作者神來一筆創造嘅反派角色，反而意外爆紅。哪吒喺《封神演義》有3個奇行怪狀。第一，年紀7歲就反建制，打死夜叉李根、抽筋龍王三太子、羯輪老年王敖光，勇鬥石矶娘娘。第二，等四海龍王興師問罪，哪吒就剖腹剜腸削骨肉還於父母，大大違反傳統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違傷嘅教誨，但係又救下父母之命，成其大孝。第三，生母李靖夫人見行宮做哪吒神像，哪吒顯聖又問，李靖就貪圖官祿，不念父子之情，打碎金身，放火焚燒廟宇。哪吒非常之嬲，父子追逐相殺，場面驚心動魄。當然故事圓滿結局，哪吒修成正果，喺師傅太乙真人嘅幫助之下，得以蓮藕重生，隱喻個體掙脫桎梏，追求精神獨立。嚟到現代，哪吒系列嘅動畫展示嘅都係呢個精神，以我命由我不由天做主題，強調自己就係英雄，唔受擺布。哪吒同 DeepSeek 嘅幕後創造者都好似，同樣係唔按照常理出牌嘅人。如果冇而家嘅傑出成就，大家只會覺得佢哋係騎呢怪同麻煩友。今次哪吒二嘅熱潮都冇得唔講呢套爆紅動畫電影嘅導演餃子，佢嘅動畫之路非常波折。嚟自四川瀘州嘅餃子，好細個開始就想做漫畫家，不過屋企唔太有錢，所以1999年入讀四川大學華西藥學院，一路習醫一路自學動畫軟件。佢大學畢業之後冇做醫生，反而揀咗做動畫師。曾經匿喺屋企差唔多4年，嘗試過創作自己嘅作品，每個月借靠媽媽俾嘅1000蚊人民幣為生。街坊都笑餃子係啃老族，有醫生咁好前景唔做，反而走去畫卡通片。不過媽媽冇責備餃子，甚至幫佢慳咗筆錢，買咗一本關於點樣做動畫師嘅2手書籍，仲同個仔咁講：既然自己揀咗呢條路，跪住行都要行埋佢。講出餃子喺屋企忙咗4年嘅作品，成為2008年公映嘅處女作短片《打個大西瓜》，無論喺國內定係國外都攞咗好多獎。餃子本嚟可以成立工作室，不過10幾年前內地仲係好少投資者肯願意抌錢落去製作動畫長片。佢喺2014年開始哪吒一嘅製作，期間仲要接好多外快嚟幫補。當時中國嘅動畫人才亦都唔多，佢需要揾好多公司負責唔同部分嘅繪圖，好艱辛咁樣先至可以完成哪吒一。信報迎新優惠嚟啦！而家大家可以用38蚊嘅優惠價試閱信報網上版14日，將最新嘅財經資訊同埋深度分析帶返屋企。呢一個優惠唔好錯過，快啲去留言區 click 入訂閱連結體驗一下啦！講到反叛，DeepSeek 嘅創辦人梁文峰都不遑多讓。
梁文峰嚟自廣東湛江市轄下縣級市吳川市嘅米力嶺村，生於普通家庭。細個嗰陣就好中意拆走屋企入邊嘅電器。而家 DeepSeek 位於杭州嘅總部展示咗一部90年代嘅飛躍牌收音機，呢一部就係佢讀初中嗰陣拆咗過37節嘅實驗品。展示品旁邊寫住：所有偉大的創新都始於對現狀的不合理拆解。足以見到佢覺得錯誤係研發嘅一部分，從錯誤中吸取教訓，先至可以達到最終嘅成功。梁文峰2002年入讀浙江大學電子信息工程系，係 IT 出身，聽起嚟冇餃子投身動畫咁癲。梁文峰都唔受冇高人工嘅 IT 工作，不過佢畢業之後就揀咗同同學創業，喺2016年創立萬科量化私募基金，利用 AI 去做投資。去到2023年，以萬科基金賺到嘅錢創立 DeepSeek， 中文名叫做深度求索，專注 AI 大模型嘅研發。以量化基金業嚟講，梁文峰都可以話係一個怪人，因為呢種基金好依賴 IT。認識梁文峰嘅中國量化基金業人士解釋，其實基金嘅話事人首要工作應該係管理員工、客戶同基金資金。不過梁文峰仲係好專注寫編碼，行一條寂寞嘅路，作為 AI 研發界嘅後來者。正當 ChatGPT 引發中國 IT 界一窩蜂咁開發熱門嘅生成式 AI， 梁文峰就好定，繼續專心研究大模型嘅通用人工智能 AGI。DeepSeek 嘅 R1 模型今年年初震驚全球，顯示佢對 AI 有獨到理念，擇善固執，堅持落去，為 AI 發展開闢一條新道路。中國民間故事入邊唔係淨係得哪吒敢於顛覆，智勇兼備嘅美猴王孫悟空同樣無懼反抗。呢啲虛構人物經過民間廣泛口耳相傳，歷數百年而不衰，反映咗老百姓對傳統禮教不滿，欣賞敢於打破固化體制者嘅勇氣。而家各地有好多以悟空為原型嘅文創同遊戲產品，好似舊年成為話題嘅內地第一本3A 遊戲大作《黑神話：悟空》。咁啱嘅係開發呢個遊戲嘅公司遊戲科學同 DeepSeek 一樣，都係近期被稱為杭州6小龍之一嘅公司。遊戲科學其中一個創辦人馮驥經歷都好神奇，專科係生物醫學，但係讀大學嗰陣為咗打機，使晒補習賺到嘅錢，甚至連研究院嘅入學試都冇去到。讀咗5000幾年源遠流長嘅中華文化史，凡係能夠喺文化藝術、科技、商業等領域攞到突破嘅人，都需要哪吒嘅反叛特質，唔循規蹈矩，敢於破格，挑戰權威。中華文化需要更多壞孩子，而唔係乖孩子。鄧全璋認為，作為父母或者社會看待年輕一代，如果佢哋想嘗試喺非主流嘅道路發展，不妨好似餃子嘅媽媽咁樣，俾多啲包容、理解同埋支持。如果太早融入制度，生活安逸，恐怕會失去創造力。一個社會要識得點樣協助、借助呢啲離經叛道嘅人嚟推動發展，唔使擔心會造成社會不穩。最後孫悟空都飛唔出如來佛祖嘅五指山，哪吒都會跟隨姜子牙協助武王討伐紂王。相信梁文峰都會同市場打交道，將 DeepSeek 做大做強。信報迎新優惠嚟啦！而家大家可以用38蚊嘅優惠價試閱信報網上版14日，將最新嘅財經資訊同埋深度分析帶返屋企。呢一個優惠唔好錯過，快啲去留言區 click 入訂閱連結體驗一下啦！